猶太人嘅逾越節就嚟到啦，耶穌就上咗耶路撒冷。喺殿院裏面，佢發現咗賣牛羊鴿子嘅，同埋坐喺錢莊上邊兌換銀錢嘅人。佢就用繩索做咗一條鞭，將眾人連羊帶牛從殿院裏面都趕咗出去，傾倒咗換錢者嘅銀錢，推翻咗佢哋嘅台，為賣鴿子嘅人咁樣講：將呢啲嘢從呢度拎走，唔好令我父嘅殿宇變成商場。門徒就想起咗經上嘅記載：我對你殿宇所懷嘅熱忱，把我耗盡，呢一句說話。猶太人就追問耶穌咁話：你為我哋顯乜嘢神蹟，證明你有權做呢啲事呢？耶穌就回答佢哋咁話：你哋拆毀呢座聖殿，3日之內，我就要將佢重建起嚟。猶太人就咁樣講啦，呢一座聖殿建築咗46年，你喺3日之內就可以重建起佢嚟嗎？但耶穌所提嘅聖所係指佢自己嘅身體，所以當佢從死者中復活以後，佢嘅門徒就想起咗佢曾經講過嘅呢一句話，就相信咗聖經同耶穌講過嘅話。當耶穌喺耶路撒冷過逾越慶節嘅時候，有好多人睇見佢所行嘅神蹟，就信從咗佢啦。耶穌卻唔信任佢哋，因為佢認識眾人。佢並唔需要邊個話俾佢聽人係點樣嘅，因為佢認識喺人心裏面有啲乜嘢。聖經註釋：耶穌喺公開傳教之後，至少3次曾上耶經過逾越節。喺第一次就顯示咗自己嘅權威，清潔咗聖殿，面斥咗猶太人為圖利發財，將聖殿變作商場同埋賊窩，並以自己將來死後3日復活嘅奇蹟證明自己嘅權柄。對耶穌嘅答覆不但係猶太人，連耶穌嘅門徒喺當時都唔明白，只係喺耶穌復活之後，門徒先至明白過嚟，亦都相信咗啦。猶太人中雖然有啲人見到神蹟相信咗，耶穌卻仍然唔相信佢哋，因為佢知道佢哋對默西亞只係懷住塵世上嘅希望。